会安尼？我明明就有读册啊！我出钱干嘛？哟，你阁考袂好啊？菜逼吧？为什么打败我心情无好？恁拢爱溜我，我跟你拼啊！哼，好怕好啊，好大你就来。啊！呵呵呵！嗨哈哈！我 KO。菜就多练，输不起就别玩儿。兄弟，Let's go！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你是安怎？刚讲是迄乌鸦仔。我因啊，你爱顾好你家己啦。我吼真正歹命，吼无爱互家己太大的压力啦。吼，阿母真正爱你。阿母，阿母，我即摆就送你去病院。迄个乌鸦仔，好等呢。不愿相信。只要肯做就有机会，做人就爱一步一步脚踏实地，打拼出头天。哟，菜逼吧，敢若恁家袂歹嘛？让我看看。哼，冤家路客，总算是拄着恁啊！既然来的，就来一决胜负吧。就好我看卖，看你偌高。大个，你有受伤无？自从迄个人互我打倒以后，因就无出现过啊。我嘛改过自新，得到奖学金，才寒心。太远了。这东西哪会丢等车？